如果你班機朝頭早7點起飛，咁即係3點起身，定係索性早一晚去瞓機場？瞓機場實在太癲，就算要倒塔咁早出發，都好過去機場瞓街啦。但係人在外地要搭早機，咁樣做好似穩陣好多。去到機場，國泰個 counter 有開喎，想改早啲走人，發夢啦，要補錢㗎。呢個機場又咁細個，一眼望晒都冇嘢睇嘅，全部人都喺晒呢個位度瞓覺，啲位俾佢哋霸住晒，通全晚都要罰企。不過人哋個 terminal 又點止一個啊，俾我揾到個靚位躺平瞓覺，鬼瞓到咩？行遠啲參觀下，順便睇下有冇位瞓。哇，個個都瞓晒喺側邊咁超，我都唔執輸。你睇下我瞓得幾舒服。瞓機場漫漫長夜，其實一啲都唔長，天都未光就好熱鬧，快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間講拜拜。好似我咁拍知醒，或者想慳翻晚酒店錢，露宿澳洲機場有冇得諗？廢青做咗條片，詳細記錄我瞓機場嘅心路歷程，即刻去 YouTube 睇片啦。